4歲新星成名之路準備好啦！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嘅，前面快啲嘅嘛，中間有智勝神區啊，咁啊見到外邊啊美麗星辰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咧就係星環嚟㗎，向入邊仲有天星啦，內欄啊威利金箭啊，響出邊啊瑞盛人生啊，馬林中間啦，咁啊見到黑衫藍帽係晒冷啊，出邊紅衫黃帽仲係翠紅啊，內欄啦咁啊綠衫紅袖嗰隻咧就喜尊龍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小鳥天堂出邊風象啊，尾衫咧就係藍衫嗰隻標誌宇宙嚟㗎，暫時殿後嘅一對馬有白鹿金剛同埋埋邊嗰隻咧就線路滿貫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匹咧就智勝神區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咧見到呢隻就美麗星辰啦，內欄第3灰馬係威利金箭啊，第4位出邊星環啦，中間第5有藍衫嘅天星啊，內欄進佔第6位喎，喜尊龍啊，中間有晒冷，出邊係瑞盛人生啊，後邊嘅馬小鳥天堂啦，外邊有翠紅啦，要攞出去嘅馬咧仲有風象啦，尾衫藍眼罩有標誌宇宙啊，白鹿金剛肯定係大外檔見㗎啦，內欄咁啊響後邊入直路咧，仲有隻線路滿貫㗎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智勝神區佔先啊，美麗星辰第一隻上嚟挑戰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追有天星偷入邊上喜尊龍啊，中外檔追嘅嘛，仲有瑞盛人生大外檔白鹿金剛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美麗星辰透出啊，埋邊追有喜尊龍啊，出邊追仲有小鳥天堂，中檔位置仲有晒冷，最後100零米小鳥天堂如入無人之境咁衝上嚟贏出呢場香港經典1哩賽啊！第2名啊嘛，晒冷響中間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小鳥天堂縱使咁啊挑戰1006米呢項路程啦，咁啊縮咗喺較後嘅位置，前中段都有少少搶口，咁但係入到直路，沿住個中外檔穿插而上都相當凌厲，交出嘅後勁將後邊嘅對手掟甩啦！小鳥天堂贏出呢場香港經典1哩賽。第2名呢，晒冷，第3名埋邊美麗星辰，第4名係瑞盛人生啊！